跟住落嚟咧，係由香港基建協會陳慧思小姐為我哋用豎琴演奏一次水流年，有請。各位尊敬嘅來賓朋友們，大家好啊！我係香港基建協會會長呂文林，咁非常榮幸喺呢度共同見證呢個思望無限樂融融嘅復活節共融嘉年華嘅盛事。首先，我想向香港沙田獅子會賽會會長姚志仁先生啦，我問。以及所有沙田獅子會師兄師姐啦，沙田少年獅子會嘅少師朋友們，同其他參與者表達我誠摯嘅感謝。你哋嘅慷慨捐款送贈智能護理氣展撞箭，對我哋本會嘅會員嚟講咧，意義重大。喺呢份支持咧，不能讓我哋能夠有需要嘅會員提供實用嘅援助，更傳遞咗關愛同埋溫暖。衷心感謝你哋嘅無私奉獻，讓我哋融入社區。容許我簡單介紹我哋嘅組織。香港基建協會係一個神經肌肉疾病與家屬嘅自助組織嚟嘅，佢係非牟利嘅性質去運行。神經肌肉疾病係一個罕見疾病，目前係冇藥物根治嘅。佢主要咧係影響我哋嘅
腦部、神經系統同埋肌肉。最初咧可能咧會影響我哋嘅四肢活動，隨着時間嘅推移啦，病情就越逐漸退化，導致我哋無法講説話啦、進食啊、吞咽啊、呼吸系統都好困難嘅。咁患者咧最終可能要需要用長期臥床，失去自理能力，同埋必須要人貼心24小時照顧嘅。咁我哋嘅宗旨係提倡自助互助嘅精神啦。儘管面對不治之症，但係如果能夠得到關愛同埋支持咧，保持安穩嘅生活質素。咁趁呢個機會啦，其實我都好感謝我哋班照顧者，包括家屬嘅朋友同埋工人嘅姐姐。咁冇佢哋咧，我哋班會員都唔能夠走出嚟嘅，同埋回歸社會。透過我哋呢班同路人嘅經驗同埋交流嘅分享，共同承擔，互相扶持，藉此提升對逆境嘅能力，並彰顯我哋對生命一份珍重同埋堅持。今日嘅活動內容非常豐富，典禮前呢，大家都聽咗由我哋嘅理事陳慧思小姐 Iris 用巨大嘅豎琴演奏咗一曲《似水流年》，相信大家都意猶未盡㗎啦。接下來呢，佢亦都演奏同我哋班會員朋友們一起大合唱，仲有牽動人心嘅生命故事分享俾大家，都令人期待。大家唔好錯過呢個機會。最後，今次嘅嘉年華活動促進社區共融，絕佳嘅時刻，我哋要攜手同行，共同創造美好嘅將來。祝大家過一個有意義、愉快嘅假期，復活節快樂，身體健康。多謝大家。唔該晒呂會長，請回座。人生總有歡喜，難免臉上有淚。我哋大家雖是自山下寫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人生不免崎嶇，難免說無掛慮，其時同舟在星之山下且共濟，拋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無畏更無懼。同船海角天邊，攜手踏遍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
洗身隨無畏更無懼，同船海角天邊，攜手革命崎嶇，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港名句。多謝嘅朋友嚟講咧，輪椅就係我哋嘅拍檔，輪椅就係我哋嘅腳，係我哋身體活動嘅其中一部分。咁基本上咧，我係一個 CMT 病人啦。咁啊，咩係 CMT 啊？罕病，好罕嘅病，罕到咧喺香港都冇乜噶啦。咁啊，但又唔係冇嘅喎，少啲啦。咁基本上喺我哋嘅肌肉萎縮嘅朋友仔嚟講咧，其實我哋嘅生活係同大家冇咩分別。我細個都係咁樣去返學、去讀書、去上堂，一路完成我嘅學業。但係喺我嘅人生裏面咧，就有個好好嘅經歷。嗰個經歷就係由細跌到大，計都計唔晒。咁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我人生嘅其中一部分。由呢啲咁嘅經歷去令到自己繼續成長。其實我哋所有肌肉萎縮嘅朋友都要經歷過一啲大家預計唔到嘅挫折，大家預計唔到嘅身體狀況。但係呢啲身體狀況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其實只不過係早同遲，只不過對我哋嚟講，我哋早咗少少啦，後生咗少少啦，我哋病發嘅時間又早咗少少啦。咁有好多人會問：咦，咁係咪好陰公豬啊？我最近咧有機會有個榮幸，我咧原來真係同小瀝源近排都幾有淵源㗎。我咧就可以早2個禮拜咧就嚟咗小瀝源呢邊嘅梅基學校做一次生命教育，用我嘅人生閱歷去感染一班青少年嘅朋友仔。我唔知今日在場咧有冇啲後生嘅上緊堂嘅，又係梅基學校嘅同學仔啦，佢哋有冇嚟定係而家復活節啦飛咗啦？唔緊要，但係如果喺呢度在場嘅朋友仔，我希望大家聽到我呢個分享嘅時候，大家去關顧一下我哋一班肌肉萎縮嘅朋友。我哋頭先咧，大家見到我哋場嘅中間喺最正中間咧就有我哋基建會嘅攤位喺度。頭先咧好開心啊，有好多公公婆婆啊，或者小朋友啊，媽咪帶住佢哋過嚟去感受一下我哋肌肉萎縮嘅朋友仔所遇到嘅難處。譬如好似我咁，我而家已經唔可以再用揸個碗、揸對筷子去食飯，去滿足我自己嘅一啲生活上面嘅需求。我需要有姐姐嘅協助，要有家人嘅陪伴，但係我又覺得我好幸福。點解？由我開始唔行得嘅時候，原來呢個世界就係有啲發明家發明咗輪椅，咁有咗4個轆之後，我又覺得我自己好幸福。以前細個我去返學嘅時候，我要爬樓梯，返到而家去到學校，見到你哋大家
小朋友有嘅新嘅學校有電梯，哇！我覺得你哋好幸福，因為以前細個我係冇嘅，所以我經常行呢啲樓梯，我就會碌落嚟啦，一係就跌親啦，所以我見血嘅時間就比較多。而家見到大家嘅學校有一個咁好嘅環境，我就覺得大家都活得好幸福，同埋我覺得好開心啊！點解開心啊？有啲人會話：咦，江麗啊，你坐輪椅喎，咁你覺得我係咪好慘啊？大家有冇呢個感覺，覺得我好慘啊？中間坐住嗰位師兄咧，阿大師兄，你覺得我坐住張輪椅慘唔慘啊？一啲都唔慘，睇你個人生觀。係咪啊？係啦，阿大師兄，我平時咧去參加你哋嘅獅子會活動咧，我每一次參加唔同區域嘅獅子會活動咧，我覺得你哋好似我睇緊電影咁啊！你哋隻隻都好似係森巴咁樣啊！遇到好多問題、好多難處，你哋都冇放棄到去幫我哋普羅大眾嘅市民，用你哋嘅能力去幫我哋。我哋嘅生命亦都係用我哋嘅能力去活出俾大家睇。希望我哋行出嘅每一步，鼓勵到大家繼續好努力咁樣去面對所有嘅逆境，所有嘅人生，呢個先至係我哋應該抱有嘅宗旨，同你哋獅子會嘅助人理念係相同嘅。去到而家，雖然我係坐輪椅，但係平時我可以有幾個機會。以前細個嘅時候去到出邊玩，啲朋友就會同我講：你行快啲啦，得唔得啊？全世界唔等緊你。但係而家自從有咗4個轆之後，我可以行得快過佢哋。我去到我嘅目的地嘅時候，我會擰轉頭望住佢：你可唔可以行快啲啊？你哋，我等緊你。呢個就係我好想每一次做生命教育，每一次去見到唔同市民、唔同青少年，希望帶到俾佢哋一啲新思維、新嘅理念，就係所有嘢在乎我點樣去諗，我點樣去做。好似頭先師兄講嗰句說話，在於我點諗，我點睇。頭先我見到咧，你哋少師啊喺度玩緊地虎啊！原來咧，你哋少師嘅朋友仔咧都有玩地虎嘅。其實我之前咧都係玩地虎嘅，但係我初玩地虎咧，師兄你知唔知我好叻㗎？我食蛋啊！我去打比賽嘅時候食蛋啊！你知唔知我食蛋咧係有幾難啊？如果打地虎嘅少師，可能佢哋都知㗎。其實冇乜機會食蛋嘅，但係就係因為我嘅身體狀況，我食蛋。但係我又好感恩，我冇放棄到。我用咗半年到9個月嘅時間，我今天係一個地虎教練。我喺出邊去教好多唔同嘅朋友，譬如長者啦、SEN 嘅小朋友啦，去學校啦，去完成我話到俾大家聽 ，never give up， 永不放棄。你望住自己嘅目標，就自然有你想要嘅結果。好似今日我跟阿會長嚟到呢度，去有個空間俾到我哋去話到俾大家聽，原來我哋肌健嘅朋友、肌肉萎縮嘅朋友，我哋需要大家嘅關顧，亦都好感謝。我今次落嚟呢度，我係代表，可以話代表所有肌健嘅朋友仔，同你哋所有嘅獅子會嘅朋友，特別係曾經過嚟落手落腳去幫我哋做家居維修嘅朋友，我好感謝你哋嘅無私奉獻，因為你哋嘅無私奉獻，先至對我哋四肢傷殘朋友嘅一份幫助同鼓勵。呢樣嘢係我衷心咁代表會長、代表所有職員、代表所有我哋嘅朋友，去喺呢一個
平台同大家講一聲感謝。亦都好希望藉住我今次同大家分享咗我嘅生命計劃、我嘅生命目標之後，大家可以活返出你哋嘅生命目標，活返出你哋想要嘅人生。跟住下一首呢，我哋係唱《憑着愛》。咁識唱嘅朋友一齊唱好唔好啊？帶呢個愛俾大家好唔好啊？好。憑着愛，我信有出路。憑着愛，情懷不老，在這一刻跟你，終於可擁抱。就算始終失意倒運，人生已再沒苦惱，曾在這高高低低、彎彎曲曲中跌倒。再找個開開心心、簡簡單單已極好。雖美麗仍然是愛，帶淚上仍然是好。未懼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識唱嘅朋友，我哋一齊唱好唔好啊？好。我信有出路，憑着愛，情懷不老。在這一刻跟你，終於可擁抱。就算始終失意倒運，人生已再沒苦惱，曾在這高高低低、彎彎曲曲中跌倒。再找個開開心心、簡簡單單已極好。雖美麗仍然是愛，帶淚上仍然是好。未懼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在這高高低低、彎彎曲曲中跌倒。再找個開開心心、簡簡單單已極好。雖美麗仍然是愛，帶淚上仍然是好。未懼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憑着愛只管一生磨練到老。好，我哋謹代表基建協會多謝大家，多謝。